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好，撒母耳记下22章47节说：上主永远活着，要颂赞我的保护者。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也要宣扬他的伟大。好，各位家人们平安，平安。好，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一起用我们的敬拜、用我们的赞美来归给在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夫妇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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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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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夫妇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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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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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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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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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颂赞全能，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用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心要仰望你，主啊，我的心要等候你，主啊，我们的心此时此刻是要来敬拜你的。求主带领我们，在敬拜里面将一切称赞、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所赏赐的一切恩典和应许，主啊，我们都全然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主。我心等候耶和华，我心你要仰望他，死因有故，他必看顾，他是我的盼望。我心等候，我心等候耶和华，我心你要仰望他。我虽软弱，他却刚强，他是我的力量。我全然相信，主与我同
同行，患难中更坚定，会看见神迹。他是思维的盾牌，叫我抬起头来的，我全然相信。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耶和华，我心里要仰望他，死因有故，他必看顾，他是我的盼望。坚定的来唱。我心等候耶和华，我心里要仰望他。我虽软弱，他却刚强，他是我的力量。我全然相信，主与我同行，患难中仍坚定，会看见神迹。他是思维的盾牌，叫我抬起头来的，我全然相信，我全然相信，主与我同行，患难中更坚定，会看见神迹。他是思维的盾牌，叫我抬起头来的，我全然相信。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我们尊崇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一起来诉说天父的荣耀。天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
救的生命，万古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神，你坐在宝座上，愿你悦纳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能够到达你的面前，也愿我们的心能够被主所悦纳。虽然我们所拥有的很少，虽然我们能够奉献给你的不多，虽然我们能够为主做的工也有限，但是主，你是全能无限的神。当我们在你的殿宇一日，更胜过在这世上的千日。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你要向我们来亲近，张开你的双臂来迎接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能够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你继续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愿你接纳我们，悦纳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愿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颂赞能够讨你的喜悦。孩子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这时候要来圣餐，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欢迎每一位凡属于耶稣的教会，按照教规可以领圣餐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所有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祝谢，所以我要奉他的名，照耶稣的样式，首先要来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上帝，主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也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在你面前的饼和杯为圣。让我们领受这一些的饼和杯，借着我们的信，能够分享你身体和你的宝血，也因着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面能够得到培育和成长，也在你的恩典当中继续学像耶稣基督来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这边，我们要来欢迎每一位已经接受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如果你是小儿洗礼，或是你还没有接受成人的洗礼，请你暂时先不要来领受，一直到你受洗或是坚信礼后再来领受。这时候我们请义军长老和翠玲长老来分饼和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这时候要带着感恩的心，也要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当我们拿到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拿在手中来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谢谢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谢谢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涂抹每一切的过犯。因着主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主，是世人的主，是全世界的主。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坐席，一起来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是何等恩典的事情。你也可以为着你身上的软弱疾病，或是你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欠缺或是困难还有挑战，也可以借着这一次与主亲近的机会，把你的重担都卸下交给耶稣。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耶稣要使你得安息。当你手上拿着饼和杯，你可以将你的劳苦重担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要使你得安息。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餐，也可以做同样的祷告，主耶稣一样垂听你的祷告，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来回应，来领受主耶稣所要给你的饼，给你的身体和给你的宝血。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邀请每一位拿到饼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感谢主耶稣用他的身体来拯救我们。耶稣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耶稣从天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我们全心全意来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圣餐，也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奥妙身体的肢体，也是受祝福上帝的儿女，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主，我们要谦卑在你面前祈求，特别为着还没有受洗或是还没有坚信你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求你的圣灵来坚固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自己做决定，也让他们回应主你的爱，回应主你在十字架上的呼召，让他们能够接受洗礼，能够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来告白信仰。主啊，也求你继续用你的慈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的与主有圣洁的交通，能够让我们的每一天的言行举止，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读圣经，来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17节到27节。那我邀请大家，我们照着荧幕上面的经文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第17节，请。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恶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慈爱的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在撒母耳记的共读总共有56天。好，那我们已经结束了撒母耳记。今天牧师要用撒母耳记的最后一段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神要你得救。好，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要你得救。好，你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吗？知道不知道？还是以前得救，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得救？神要我们得救呢？好，其实这个议题呢，在宗教改革500年前呢，就有一段很长的讨论。而这段讨论呢，好，可以以这2个人好为主要的代表。一位是我们长老教会好的这个老祖宗约翰加尔文。那他呢强调上帝绝对的主权。上帝如果要救一个人呢，他一定会拯救他到底。上帝要救他呢，不会救他之后又让他沉沦，又让他掉下去，对不对？所以呢，上帝要救一个人，不管他这个人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必定会永远的帮助他。所以呢，约翰加尔文认为呢，上帝所拣选的人都是上帝预先所寻见的人，预定好，这是从罗马书里面加尔文所看见的。而且呢，上帝预定的人呢，他们得救呢，就是永远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所以呢，有人就把加尔文这样子从圣经上面的话呢，简称为预定论，甚至呢，也叫做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他就把加尔文从圣经的这些概念呢，把它浓缩下来。但是呢，另外一派在当时和加尔文同一个时期呢，是一个荷兰的神学家，他叫做亚米念。亚米念呢，他却看见是人的自由意志。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有一棵生命树和一棵分别善恶树，但是这2棵树呢，上帝却让人自由的选择。这棵善恶树，上帝虽然说不可以吃，但是如果你去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所以呢，上帝让人有自由做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意志。所以亚米念呢，他也强调上帝的预定是上帝所预知，但是人如果没有持守，人如果没有像亚当夏娃如果像亚当夏娃一样没有继续的遵行神的话，这个救恩是会失去的，这个救恩是会离开的。所以呢，他认为呢，人虽然得救，但是如果你离开了神，这个救恩会远离你。你可能没有进入到天堂的机会，你可能没有进入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可能有一天你会再掉到阴间里面去。所以这2个说法呢，
让人必须要做出选择。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只要信主了，不管我几岁，我只要信主得救了，我就永远得救。就算我受洗信主之后，再也没有去教会，再也没有去奉献，再也没有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一样可以上天堂？还是说我信主之后，我必须要战战兢兢，必须要让自己不断的来教会，继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要成圣，这样我才能够达到天堂呢？其实呢，这两个呢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这当中的平衡？要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有没有可能成为基督徒之后，失去了他的救恩呢？有没有可能？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在受洗之后，上帝就不爱他了？受洗之前，上帝好爱他，上帝把他当作 best， 上帝把他当作是这个宝贝一样，把他好不容易从外面的罪恶世界把他救上来，带进来教会。可是来到教会之后呢，上帝呢发现他没有这么样的认真，上帝发现他没有这么样的努力，上帝就说这个人 Q 嘎好没有用了，我不爱他了，把他踢出去吧。你觉得上帝会怎么做呢？这个问题你需要好好来思考。如果你认为上帝只有爱你前半段，不爱你后半段，那这个上帝也未免太现实了吧？他把我骗进来教会之后，结果让我在教会里面给我不断的加重担，给教会里面要我读经，要我灵修，要我奉献，要我祷告，然后我做不到的时候，上帝就说他不爱我了，我不能上天堂了。这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吗？答案是，我们的得救不是只有一次，我们的得救是一次，但是我们要持续的得救。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得救要持续的得救，我们的得救要持续的得救。所以从英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得救的差别。上帝要让我们的得救不是未来式，你不是将来去到天上，将来这个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得救。上帝是要你此时此刻，当你打开心门的时候，你就能够得救。但是上帝要你的得救也不是过去式，就是哇，我以前得救，我今天不用得救了，我现在不需要耶稣了。不是，神要我们的得救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呢，这三行话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说一次：得救不是未来式，是现在进行式，但绝对不能成为过去式。你觉得你的得救是哪一种？我以前受洗了，我以前觉知我得救，还是我将来才会受洗，我将来才会得救？还是我虽然以前受洗，但是我过去得救，我今天得救，我也相信我明天会得救？是哪一个呢？现在进行式啊，好，所以持续的相信，持续的得救。好，说一次，持续的相信，持续的得救。所以救恩是跟信心是连接在一起的。当你的信心如果变质了，你的信心变质了，虽然可能你以前受洗，你以前相信，但是这个信心如果变了，上帝到底会不会救你？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就好像大卫，今天我们读的这首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有个儿子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到他年老的时候，对上帝变心了。他爱了别的女人，爱了别的这个异教外国的女人，就跟着这些外邦的女人去拜外邦的神明。所以到底所罗门能不能得救？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就是得救的条件就是口里承认，心里要怎样相信。哪一天你连我相信神，嘴巴都说不出来，你心里面也没有办法相信神，这个世界上有神，那这个救恩它就离你越来越远。所以今天撒母耳记的结束，牧师要告诉大家，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写你得救的故事。而这得救的故事呢，要怎么写呢？可以从4个方面来写啊。第一个得救的故事，就是你可以在你仇敌的面前得救。
好，请说一次，在我仇敌的面前得救，在我仇敌的面前得救。好，大卫他的一生有很多的敌人啊。好，那他的敌人呢，从他10几岁的时候出生以前就有，就是他的国家的敌人，有外国人要来攻打他。所以当他还在15、16岁，在替他的爸爸在放羊的时候呢，但是呢，有外国人非利士人，他们从海边的军队集结，来到了山区，所以他们就在中间这个以拉谷。如果你今天呢去圣地，你还可以继续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当初大卫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的地方，一边是以色列的军队，一边是从海边来非利士的军队。而他们中间交战的地方呢，足足有40天，他们就僵持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非利士他们派出了一个巨人，叫做什么亚？歌利亚。这个巨人歌利亚呢，他长得呢将近300公分，270几公分呢，3公尺。所以他今天如果走在这边呢，他的头呢就会穿过这个天花板哦。这么高大的人。当所有的以色列军兵看到他的时候，大家都吓得要死。可是只有大卫呢，他呢用了什么来击倒巨人呢？用什么？石头。对，但是为什么他会选择用石头？别人都会用刀、用剑，至少用这个武器。可是为什么他选择用石头？这石头让人家来看，哇，这个石头能够怎么样打败一个大巨人？而大卫他击倒巨人的关键呢，不仅是他手上那5颗小石头，击倒巨人的关键就是用信心击倒巨人啊，用信心来击倒巨人。他写了一首诗篇，诗篇23篇第5节。好，23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第5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句话你有没有读过？如果有一天你要出去打仗了，我们的秉恩这礼拜去当兵了，如果万一在秉恩当兵的期间打仗了，结果呢，要打仗的时候呢，不是叫你去准备这个大炮啊，准备飞弹啊，叫你去准备爱餐，叫你去准备像我们刚才的这个宴席圣餐，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打赢呢？以我们现在人来讲，要打仗了，你叫我去准备buffet，你叫我去准备福音餐会，你叫我去准备九里嘎挂好的这些福音餐点，有办法打赢圣战吗？但是当我们领受耶稣来了，我们就明白，原来大卫写这一篇诗篇的意思就是为我摆设宴席。这个宴席并不是我们所吃的宴席而已，这个宴席代表救恩的宴席，是耶稣。所以第5节的后面，我们继续读。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大卫他能够打败仇敌巨人歌利亚的关键在于他的信心，而他的信心呢，在于他相信上帝为他预备了救恩，让他得救。今天他上去，如果他被这个歌利亚砍下了头，他也觉得他会见到上帝，他会得救。如果今天他出去打战，战败了，但是他的救恩不会因此失败。虽然他可能离开这世界，但是上帝永远与他同在。所以上帝要让他能够有这个膏油膏了他的头，福杯满溢。所以大卫呢，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就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打败了仇敌歌利亚。而我把这个第5节呢，改编了一下。变成如果是歌利亚的话呢，变成这一节变成在你敌人面前，你为他设下了网罗。歌利亚他以为他长得人高马大，出来校正，大概别人都会害怕他，所以他就说：来，你们找一个人出来代表，我们2个人来单挑。如果我赢了，你们就要乖乖听我的话。如果你们赢了，我们所有的非利士人都乖乖听你的话。这句话听起来很公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也不要上当，因为从这个故事我们也看见，大卫赢了，非利士人有没有乖乖听他们的话？完全没有。大卫打赢了，可是非利士人之后还是说话不算话，
一而再再而三的好来袭击以色列人。所以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好要挑起你跟他单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上当。好，跟你旁边说不要上当。好，仇敌呢，他就是要让你惹起你自己的血气、愤怒，让你用自己的力气去跟他单挑。但是有智慧的人呢，你会知道，在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宴席。结果这一节呢，在歌利亚身上变成你用刀砍了他的头，本来是你用油怎么样膏了我的头，结果歌利亚是被人家大卫用刀砍了他的头，结果使他怎样没有福杯满溢，变成人头落地。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就是希望你能够人头落地，魔鬼不希望你得救，因为你一得救，你就福杯满溢，而神要你能够福杯满溢。好，跟你旁边说，神要你福杯满溢。你要怎么样福杯满溢呢？你要知道你的仇敌是谁。你的仇敌呢，就是那些想要夺走你福分，想要吞吃你生命，想要把上帝给你的祝福带走的。第二个，你可以写得救的故事，在敌人面前得胜。第二个，你可以在逼迫底下能够得救。好，请说一次，在逼迫底下得救。你有没有被逼迫的经验？老师会不会逼迫你？有啊，他还逼迫你。好像现在允杰，好，他的老师逼迫他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去学校。好，然后呢，他为了不要受老师逼迫，他就叫爸爸签不同意书这样子。好，说他可以礼拜六、礼拜天不用去学校。因为他们高三了，好要考试，老师可能会逼迫你，好这个，但是他是为你好。老板会不会逼迫你？这个同学会逼迫，这些逼迫呢，有的是为你好，但是有的人是要霸凌你啊。大卫呢，他也曾经被逼迫，被他的老板逼迫。他的老板很复杂，好，我们也知道，就是扫罗，扫罗也成了他的岳父啊。照理讲，他们应该是要有父子关系。但是扫罗呢，不断的逼迫他，要杀他，害大卫呢不得已只能够抛弃他的老婆，逃了出去，越逃越远，躲到山洞里面，躲到一个叫隐基底的地方。躲到这个山洞里面呢，扫罗还不放过他，派人出来追杀他，派了3000个精兵啊，3000个人要抓一个人，简单还是不简单？你有没有玩过这个鱿鱼游戏，或是玩过红绿灯？如果有3000个鬼要来抓你，你跑得掉吗？今天刚好是中元节哦，如果有3000个好兄弟要来抓你的话，你可能吓都吓死。可是大卫呢，却有办法，在3000个精兵的追杀当中，没有被追到，甚至呢还有600个人来投靠大卫。这些600个人呢，有的是欠钱的，有的是忧郁症的，有的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哇！大卫除了顾自己就已经够累了，现在还有600个人要照顾，3000个人要抓600个比较简单，还是3000个抓一个比较简单？当然是抓600个比较简单啊，因为600个，你看整个迦南教会600个出去，要抓随便一抓，那个跑得慢的马上就抓到了。可是为什么3000个人抓都抓不到呢？因为上帝要救他们。结果这个故事发展到他们躲到一个隐基底的旷野当中，有600个人，3000个人这样子，整个山都翻过来，居然找不到他们。找到这个扫罗呢，他肚子痛，想要上厕所，他就进去了山洞里面。就到山洞里面呢，刚好大卫就躲到那个山洞里面，而且扫罗进去呢，脱了衣服，脱了裤子，然后准备要蹲下去，刚刚好大卫就在他旁边。就这么样刚好，而且又刚刚好，大卫手中就有一把刀，这把刀他只要怎样，从扫罗背后刺下去，或是往他的脑门扎下去，他就结束逃难的日子。他这600个跟他的人就怎么样，大家就得救了啊，不就皆大欢喜吗？就可以放鞭炮。可是大卫呢，他偏偏不要，他在逼迫底下，他却说，我要以耐心来伸张公义啊！我们说一次，以耐心伸张公义。
所以大卫他在诗篇40篇第1节，他这样子说，我们一起来读：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大卫说他都怎么样等候耶和华？耐性，这个大好的机会，如果换成是你，换成是我，你都会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就躲在这边，而这个扫罗就在旁边，我手上有一把刀，这把刀他现在正在上厕所，好，他如果要跑，一定会怎样？来不及跑，好，就算他现在知道站起来，他一定马上就跌倒，我就赶快给他这样补下去，这个逃难就结束。可是大卫说不可以。这是上帝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宁愿让自己继续陷在危险当中。我们来读第2节，他从泥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健。他把那个地方都描写出来，就是在这个山洞里面，其实隐基底，它现在有一个地方。就是真的，就好像我们台湾的河边有石头，然后呢有树丛，然后还有洞穴，你可以想象600个人躲起来，居然可以3000个人来找都找不到，这实在是太厉害。我一直想都觉得这真的太神奇。但是呢，我又帮大卫改了一下他的诗篇。如果你不愿意耐心等候耶和华，上帝就会让他怎样？出了糗，就在你的敌人面前脱裤子上厕所。好，这个叫台语说什么？输嘎腾口，好，输到脱裤子。扫罗真的是输到脱裤子啊！好，他不晓得大卫就在里面，他进去上厕所，结果呢，他从泥坑中，从淤泥中内急上厕所上不出来，拉不出来，使他的命就差一点陷在这堆的磐石当中。而当他上完厕所之后，出来很舒服啊。终于解脱了，结果没有想到大卫在洞口的外面拿着他身上的衣袍的一角，在这边叫扫罗王，扫罗王。扫罗说：“谁在叫我？是大卫。”大卫说：“父王啊，你看你的衣服衣角在我这里，我本来有机会可以杀你，但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不愿意杀你。”好，所以大卫真的是以德报怨，用仁慈来对待那些陷害他的人。所以回过来了，如果有人逼迫你，你愿不愿意用仁慈来对耐心的等候耶和华呢？如果有人要强逼你走1里路，耶稣说你要怎么做？陪他走2里路。如果有人要脱去你的外衣，你这件外套很漂亮，他霸凌你，把你抢走。好像约瑟的哥哥夺走他的彩衣，你愿不愿意把你什么里面的衣服也给他呢？更难的，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这么大声，你愿不愿意左边的脸也转过来让他打呢？耐心等候耶和华，是大卫他所学习的功课，而他知道上帝会为他伸冤、伸张公义。他不是用自己，当然，如果大卫一刀给他结束，撒母耳记就结束了。可是大卫呢，他的故事就不会这么样的精彩。所以在逼迫的底下得救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气，而是耐性等候耶和华。好，终必。所以耶稣说，忍耐到底就怎样，终必得救。好，请跟你旁边说，忍耐到底，终必得救。第3个，我们看到大卫的故事呢，他也有犯错，甚至他犯了很严重的错。什么错呢？就是当他的国家王位稳定，结果呢，有一天睡午觉，一不小心睡到太阳都下山了，日头都平息了，黄昏吃晚饭，或是有人已经吃完饭了要洗澡，结果他就睡觉无所事事。其实他的部队还在外面打战，他的部队呢还在跟亚门人在打战的时候呢，他却在王宫里面睡觉。结果王宫散步的时候呢，不小心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洗澡，而且这女孩子呢是有夫之妇啊，他就用他的王位的权势，叫人家把这个女孩子送进宫来，
然后就霸凌他，就霸占他，就占为己有。这一件事情呢，让上帝非常的生气、愤怒啊，以至于呢，上帝要惩罚大卫，要刑罚。而大卫呢，在上帝的管教当中，就好像你犯错一样，现在爸爸妈妈都不能打小孩啊，以前的爸爸妈妈可以哦，所以现在难怪很多人都不生小孩，因为生了又不能打，干脆不要生了。我还看过有的爸爸妈妈是打自己，不敢打小孩，打自己。但是呢，在刑罚大卫被管教当中呢，他却怎么样来消弭这一切的罪恶呢？大卫是用痛心来消弭罪恶，他为了他所犯的错禁食，连续的7天，不吃不喝，甚至也不穿鞋子，甚至也不洗澡。他呢一直迫切的祷告，希望呢上帝能够看见他真的彻底在上帝面前的反悔。所以大卫写的这首悔罪的诗篇51篇，我们一起来读第6节。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大卫知道他已经犯错了，前面他还说他很棒，连他有机会拿刀杀扫罗，他都不愿意杀。可是他居然去霸占别人的妻子之后呢，还借刀杀人，让这个女孩子的老公呢出去打战，然后交代人说：等一下你们去打战的时候呢，大家冲，你们全部就后退，让他死在最前面。这整个事件呢，通通都被人家揭发出来。大卫知道说他做错，完蛋了，他现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你有没有这种做错事情的经验？说错话，做错事，犯错了。牧师在母亲节的时候也有分享，我也曾经跟着同学跑到人家的学校里面，去那个合作社去偷人家的合作社的东西出来。这些事情你做了之后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就是好像就一辈子就烙在你的身上，就挥之不去。但是大卫他在罪恶当中，他求告神，说：神啊，虽然我的手流了人的血，虽然我的脚走了罪人的道路，虽然我的嘴说错了话，虽然我的心谋害了人，但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我的心。所以大卫说：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用牛膝草干净我，让我的心能够比雪更白。求你让我能够听到喜乐的声音，因为他现在真的是开心不起来，他觉得他的一辈子都要在罪恶当中、悔恨当中这样子度过余生。他觉得他已经被这些罪压到他的骨头都快要断掉了。但是大卫说：主啊，求你转脸，不要看我的罪，除去我一切的罪孽。大卫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跟上帝认罪祷告，他知道他不能够在这个罪恶当中过一辈子。他如果在这罪恶当中过一辈子，他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以前呢，在中世纪，在这个有人偷了羊呢，被抓到之后，一个小偷偷了羊被抓到之后，然后那个村里面呢，他们呢，就要惩罚这个偷窃的人。偷窃的人呢，就是要在他身上烙下一个痕迹，就是一个 steal， 你就是一个小偷，所以就要刻上 ST， 你就是一个小偷，steal， 然后呢就印在他的额头上，然后呢他走到哪里，大家就知道他是谁，小偷。哇！所以他一辈子他就这样抬不起头来，这就是大家的目的。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的额头。或是呢，你就要头低低的，见不得人。可是有一个这个小偷被抓到之后，他看了大卫的诗篇，跟大卫一样，说：我可不可以像大卫一样重新做人？我可不可以像大卫一样重新抬起头来呢？所以呢，他就继续带着他头上的这个烙印，他就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他就去帮助这些贫穷的孤儿寡妇，
或是生病的，或是没有人要照顾的，他就去照顾他们，一个一个一个。结果呢，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当所有的人发现这个小偷他真的变了一个人，所以呢，大家呢就开始把他头上这个记号变成什么？不再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变成说我也想要头上有一个 ST， 我也头上有想要一个 ST， 所以这个 ST 变成什么？变成 Saint， 变成圣徒，所以这个羞辱的记号就变成是一个大家想要模仿的记号。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看见，当你内心的罪恶被上帝给对付、扫除以后，你就能够抬起头来重新做人。你不用一辈子头低低的。所以诗篇51篇第6、第7、第8、第9、第10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第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再一次，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知道吗？这个露水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的雨水掉下来的吗？不是。还是山上的河水流出来的？也不是。露水是怎么来的？空气把它一整天前一天所有的不管是脏空气、灰尘，不管有这个叶子上面，不管前一天累积了多少的脏东西，可是到了隔天早上，那个早上露水出现的时候，那个露水是干净还是脏的？干净的，是透明的。所以我们会说清晨的甘露，就甚至那个露水可以直接喝的，因为它已经被过滤过、被消毒过了，喝起来还有甜甜的味道。所以每一天早上，耶稣也这个圣经也说，神的愤怒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虽然一宿有哭泣，早晨就怎样欢呼。当你早上你能内心再次得救，把罪恶都交给神的时候，你的每一天新的开始，每一天都是像清晨的甘露一样。所以我们要怎样在刑罚当中得救呢？就是要以痛心消弭罪恶。好，我们说一次，以什么？痛心消弭罪恶。你要从你的心开始，你要好好从你的内心里面，为着你的过犯过错，跟上帝重新建立关系，而不要急着从外面开始。最后，大卫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当上帝要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救。上帝看见大卫犯错，大卫犯错之后，的确他的人生呢，就变得跌跌撞撞。所以，如果你的人生都能够不犯错，你的人生都能够从小到大都没有走错路，都没有跟着人家去偷拐抢骗，然后又抽烟又喝酒又赌博，然后又酗毒，吸毒，酗酒。如果你都没有的话，那还真的是上帝保守你。可是呢，当我们犯错，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上帝，他让我们在当中也要得救。大卫在他年纪大了，打战打不动的时候呢，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撒母耳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想法呢，就是说他想要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人。在今天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过去呢，这个是一个 impossible 的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没有电子设备，那时候连纸都没有，你要拿一支原子笔都没有，你要去登记报户口，你连纸笔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去记录呢？但这件事情呢，大卫的心里面就是有一个骄傲，他想要知道他的国家有多少人。结果他的部下呢，出去了9个月又20天，最后能够统计回来的不是全国人数，只能够得到一个数字，就是可以打战的人数。这个以色列人呢，有120万，然后呢犹大80万，犹大人呢有50万。他所得到的数字是这样，
所以他大概知道他的全国人数大概有多少。但是这件事情呢，被上帝所管教。上帝说，上帝要给你的不是只有这些表面的人数。今天如果迦南教会从600个会友变成6000个会友，你会不会很开心？会不会很开心？如果你办6000个会友，表示你的福音茶会要怎么样？今天我看大家有参加福音茶会的，早上一个福音茶会，跟下午晚上的聚会就已经受不了。如果我们迦南教会有6000个人在那边做礼拜，你可以想象，一个礼拜大概要做几场的礼拜？大概要做5场、6场、7场的礼拜。如果成为这个教会的同工，成为这个教会长老，怎么样？每个人都要爆炸，你会赶场。成为这教会牧师要怎么样？你可能会非常的忙碌。但是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有的教会它真的就有6万人、60万人的教会也都有。我们要找对方法而已。可是呢，上帝要祝福大卫的不是只有这些人数，以至于上帝就惩罚大卫。但上帝的惩罚就是让这个国家遇到3天的瘟疫哦。这3天的瘟疫呢，从最北边到南边呢，他们走了9个多月，才算出来他们有130万可以打仗的人，表示这个国家呢大概有700万人，大概有700万的人口，接近700万。可是只有短短的3天呢，7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这个瘟疫就带走这个国家1/10的人口。7万人哦，这7万人不是当天算出来，后面他们算出来的。所以他的野心用了快要1年的时间所得到的数字呢，上帝呢可以在短短的72小时里面，就让他的野心瞬间就成为一个幻影泡沫。但是呢，大卫他再次被上帝管教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你可以筑一座祭坛。这一座祭坛呢，就是你要把上帝当作第一，完完全全的奉献在这边，不再是你自己的骄傲，不再是你自己的野心哦。所以大卫有一首诗篇27篇第3节，他说：“虽然有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第4节我们一起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宇里求问。”大卫发现，他不管做王，其实他做王已经做了快要40年，当然打仗呢也打了50-60年。他呢从小歌利亚打到现在老了60几岁，可是他发现所有最宝贵的事情，就是一生一世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他发现，就算他知道他有多少的百姓，就算他有多少的子民，就算他知道他有多少的荣华和富贵，但是都比不上来到上帝的殿，能够瞻仰上帝的荣美。所以有一件事，哪一件事呢？就是要求问耶和华，要求神，让我能够一辈子都在他的教会里面来敬拜他。阿们。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还是说，外面有哪边好玩的？要不要去看电影啊？要不要出来打球啊？要不要一起去露营啊？要不要一起去烤肉啊？好啊，好啊。然后一去就怎样？就不回来了。当外面的世界告诉你，哇，外面有很多的吃喝玩乐，外面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而你就忘记了要来求问耶和华，忘记了要一生一世在他的殿里面瞻仰他的荣美，像大卫一样，以至于当上帝管教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赚得外面全世界，可是我若失去了性命，还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得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但是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上帝要我们来得救。上帝要你得救，不是过去得救，也要你今天得救，还要你将来得救。上帝要我永远得救。而得救的功课，就是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击倒巨人？信心。这些人是冲着你来的，
但是你不要靠自己，你要靠对上帝的信心。当有人来逼迫你的时候，你要靠什么来伸张公义？耐心，你不要急，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还要慢慢的什么？动怒。如果那时候大卫呢一生气，好，终于我等到你了，好，这整个大卫的人生故事又不一样了。而当你在刑罚做错事情，上帝让你尝到罪的滋味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来消弭罪恶呢？痛心，你的心真的要像大卫一样，在上帝的面前彻彻底底的、整夜的等到黎明，等到天亮，让上帝让你尝到什么叫做清晨的甘露。而当你骄傲，上帝要管教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得救呢？你要怎么来面对上帝？以忠心来面对上帝。而上帝要你得救，上帝要你用信心、耐心、痛心和忠心。我相信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高山起伏，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很多的见证。但是今天你听到了大卫的故事，我们花了56天把撒母耳记从上到下读完。这4个心要送给你，即便你没有读完撒母耳记上下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大卫所做的，你也做得到；大卫所犯的，你有可能会犯，但是大卫他所经历的得救，而你有可能会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我要邀请你来祷告。当你邀请你来闭上你的眼睛，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谁是你的仇敌？这些仇敌是要夺走你的福气。上帝本来要使你被耶稣的油来膏抹，使你福杯满溢，但是仇敌来是要偷走你的福气，是要偷走你的膏油，是要来偷走你的祝福。谁是你的仇敌？而你要用信心去击倒他，你要用信心来胜过他。仇敌他要你的性命，仇敌他要你失败，仇敌他要你羞愧，但是神却要赐福给你，神要给你更多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宣告：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我需要你，求你的大能按手在我的身上。相信神在今天这个时候要再次帮助你，再次经历得救。得救不是昨天，得救也不是今天下午，得救是现在。只要当你来到神的宝座前，你就能够连续蒙恩惠，就有随时的帮助，就能够重新得力。我要邀请你来跟着牧师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要来到你的面前，孩子要来到你的面前，把我的罪恶和软弱，把我的罪恶和软弱，把我的恐惧和羞愧，把我的恐惧和羞愧，通通交给主耶稣。通通交给主耶稣。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请你清洁我的心，求你清洁我的心，让我能够享受主恩的滋味，让我能够享受主恩的滋味，让我能够得着上帝的慈爱，让我能够得着上帝的慈爱。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当我害怕的时候，当我害怕的时候，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平安。当我欠缺的时候，当我欠缺的时候，赐给我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丰盛的生命，让我能够靠主来得胜，让我能够靠主来得胜，能够靠主来得救。能够靠主来得救。孩子祷告，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传扬奇妙的作为，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殿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再次说，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哈利路亚！你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你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是的，敬拜我们的神，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瞻仰他的荣美。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文理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能归能力都归于你。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是否愿意如同大卫的祷告来寻求神，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求神帮助你，让你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就能够瞻仰神的荣美。你要寻找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你不用到外面去寻找，只要你每一次，当你张开口、举起手、敞开心，向神来敬拜的时候，你就看见那荣耀的宝座，就如同先知以西结，他在异象当中，
看见那世上的荣耀，尊贵的4个活物在神的宝座来敬拜，就如同以西结看到那4个活物的上面有一个如同水晶一样的穹苍。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还要继续的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家中，在迦南教会来寻求神，瞻仰神的荣美。神的宝座在这里，是因为在这里有敬拜他的人，不是这个教会盖着金碧辉煌。神的宝座在这里，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每一个人穿金戴银。神的宝座在这里，是因为每一个在这里敬拜的人都如同大卫一样谦卑屈膝，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特别今天你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身体，你是否再一次领受到你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赎回的？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帮助牧师，帮助长老，帮助执事们、小组长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倾心屈膝，在神的面前能够忍耐到底，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当我们敬拜神，神的宝座就在这里。每一个来到这里敬拜神的人，他就会看见神的殿充满了荣耀，神的殿充满了赞美，神的殿充满了上帝的同在。只要当我们举手，只要当我们开口，神的祝福就自然的临下来。你是否愿意再一次来敬拜神呢？是否愿意再一次来瞻仰神的荣美呢？你是否愿意开口来诉说神的作为在你身上的救恩呢？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来敬拜神，我们开口来祷告神，来赞美他，来赞美他。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神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赎回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耶稣基督所抢救回来的。主啊，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主你用宝血所换回的。主啊，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啊，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感谢。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举起你的手来敬拜他，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更大声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全殿荣耀尊贵能力，圣洁荣耀尊贵的圣洁荣耀，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要来为我们当中，你觉得你信心非常软弱，需要被祷告的人，我要特别为你来祷告。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你带着一个愿望，想要求神来帮助你，你知道你现在需要被救，你知道你现在需要被拯救的人，我要来为你来祷告，因为上帝听见你的祷告。我要邀请你愿意被祷告的人，或是需要被祷告的人，我要邀请你现在走到台前，牧师要来为你祷告，因为上帝感动我要来为你来按手，上帝感动我要来为你来祝福。
因为这是神听了你的祷告，你不用看别人，你知道这是神回应你、垂听你的祷告。我要邀请你这时候来到台前，牧师要来为你祷告。你说：神啊，我需要得救；神啊，我需要帮助；神啊，我需要你，求你帮助我。我要来为你祷告，因为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所用重价所赎回的。还有没有你知道你需要被救、需要被祷告的人？你可以来到台前，牧师要来为你祷告。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的天父上帝，我们为你的女儿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她，带领她，主啊，让她全能的神，建立神的同在，主啊，求你帮助她来医治她，主啊，来断开她身上的痛病，主啊，让她能够得着上帝圣灵的充满，充满，充满，奉耶稣的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为你来祷告，主啊，求你同在，在她的身上，主啊，求你赐给她智慧的灵，主啊，让她的信心，主啊，上帝要与她同行，主啊，求你在上帝的全能的神，主啊，让她能够在神所赐的道路，主啊，让她能够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重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里就灵，你最近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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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
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更多来宣告，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让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相信当你无论你有没有来到台前祷告，只要你真心的站出来，把你的心交给耶稣，耶稣要听你的祷告，耶稣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请坐。我相信主耶稣，他要让你的知道，耶稣其实就在你的每一天当中，而你所到的任何地方，耶稣都要与你同行同在。你会发现，你每一天充满了阳光，充满了亮光。你会发现，你的每一天都要充满上帝的祝福。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生活越来越奇妙，越来越甘甜。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因为他非常的爱我们。哈利路亚。接下来是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为神的恩典，更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让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的尊贵之名，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让每个人都能因着信而得救。求主帮助我们，即使已经成为你的儿女，仍要保守自己的心，让我们靠着你有信心、耐心、痛心、忠心，好叫我们一生一世都行在救恩的恩典中，直到永远。现在我们献上才能、金钱、时间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各位家人们，我们继续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
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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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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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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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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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颂赞全能，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大声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大声的拍掌，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从过去、现在，要一直到永远。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在你的救恩当中。感谢主耶稣，使我们得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你们同在，使你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神的救恩当中，一生一世都能够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请坐。好，大家好，我是脚受伤的恩典。对，我是周六家亲的组长恩典，然后现在是报告的时间。好，那首先呢，我们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位新朋友，叫做于柔安，柔安可以跟大家挥手一下吗？好。柔安是清二区的，那他是之前在网络上有查到家人教会，然后之前也有跟表姐一起来参加过周日的礼拜。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今天是他第一次来参加周六礼拜，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好，然后还有新朋友我没有介绍到的吗？或者是很久没有来的，可以挥挥手。好，上礼拜第一次来，上礼拜第一次来的。又来了，很棒。再次讲你的大名，玉婷。哦，玉婷，好，我们跟玉婷说个招呼好不好？玉婷好。那大家也跟自己周遭的人说一下，很高兴今天你排除万难来到这里。今天你排除万难来到这里。好，那下一页。好，那第一个呢？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消息啊，就是我们教会呢，迦南的 A 队在8月30号的时候打迦南杯桌球赛获得亚军，耶！在上个礼拜的主日的时候呢，已经将奖牌然后赠予我们教会。好，下一个，好，再来是今天，就是这一周是举行本年度的第5次圣礼典。那其实这一次原本应该要有一位青年牧区的组员来做监信礼，叫盛义。但盛义因为呢他要去中国读书，所以在他壮行礼拜的时候就已经先行进行了洗礼这样子。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尽量赶快来上 A1 的课程，然后一同来理解说这些真理是什么，然后来洗礼，来领受神的祝福。好，那再来呢是第422次的长执会，那在9月21的时候会召开这次的执会。那在9月17的前的时候，请各位长老执事提出报告资料。OK， 好，
再来是呢，在下次的主日的时候会恢复，这一周主日就已经恢复了爱餐。好，那爱餐呢，现在目前是每个人要吃爱餐的话会着收20元。那因为不找零，所以请大家准备好这个零钱。那餐具呢会使用免洗的餐碗，然后或者是教会地下室的不锈钢碗筷，那也可以自备自己的餐具这样子。那爱餐的供应时间呢为11点半到12点半。那要吃爱餐的要记得这个时间。好，再来是全人课后辅导班，那是在我们每周2还有周4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那在我们303的教室设有一个全人课后辅导班。那这里面呢有辅导老师会来教英文、数学还有自然科，都是一些对国中生而言比较困难的科目。那欢迎国1到国3的同学能够来踊跃参加。如果还有想更加了解这个内容的话，可以自公布栏去了解。好，再来是松年大学。那松年大学呢，于9月8号星期一的时候开学。那课程啊，或者是时间，可以在电梯的公布栏里面可以看到。那在49号的1楼也可以索取到简章。那欢迎各位兄姐或可以邀约亲友一起来报名参加。再来是松大的讲座，那在9月10号星期3的时候10点半到12点有一个松大讲座。那主题呢是很特别的，是一个中医养生的健康讲座。那讲师是一位阮达谦中医师。那如果大家对于平常日常生活中要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如何吃，如何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有兴趣的话，可以一同来参与。好，再来是友爱基金。那中秋节的慰问金，慰主金，好，已经开始受理了。那请各位小组长，如果小组里面有人需要帮助的人，那就请帮他填写申请报名表。在9月14号的12点前要交至干事室申请。好，再来是桌游自我成长挑战赛。那9月27号的下午1点，那它的赛制现在转变为4人1组的团队赛。那大人小孩都可以报名。如果对于桌游啊，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同乐有兴趣的，都可以来参与。那在详细的比赛呢，就是在我们的公布栏上面，这些资讯都在公布栏上。那在9月14号的时候报名截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再来是生日助学金。生日助学金在本周的主日，这一周明天截止。那如果有人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没准备好成绩单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对，那请大家赶快将成绩单还有填写的报名表都填写好，做缴交的动作。好，再来是造就课程。那从9月20号星期6开始有上课。那我们 A1 和 A2 呢都在同一天。那 A1 的时候 ，A1 是在下午的2点到下午4点。那 A2 呢是在早上9点半到11点半。那地点都在401教室。那如果想要去洗礼或洗洁净礼，或者是你想要更加了解说，这个信仰里面的内容，还有在做些什么事情呢，都可以来报名 A1 和 A2。那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到公布栏登记，或者在我们的官方迦南教会的官方 LINE 来去填写报名，就可以看到这个报名资讯。那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再来是2025年的青年牧区退休会。好，那在我们的10月10号到10月11号会前往宜兰还有东山做2天1夜的退休会活动。那请青年牧区的同工也预备心来一同参与这次的退休会。那要参与的人要记得填写线上的报名表，并且在9月8号前完成报名，还有要记得缴交1500元的报名费用给各组的小组长。OK， 这个也是很紧急的一件事情，要记得缴交1500元的报名费用。好，再来是投影训练。投影训练呢，在9月13，就是下礼拜6的早上10点，那会进行一个青年牧区的投影训练。
那地点呢在这里33号新堂。那如果有兴趣或有意愿参加投影组的同工，或者想要更加了解说，投影的一些技巧，都能够来参与。那我们可以一同来向我们组长婕妤挥挥手，来向婕妤来报名 ，OK。好，再来是马街来桃音乐会，在10月1号的时候，星期三会在展演中心举行。OK， 在艺文特区，好像只有我不知道，对不起。在艺文特区，好，那欢迎各位兄姐来加入这个大师班的行列。那练习的时间呢是在9月14，还有9月28。那在主日的2点的时候，会在桃园教会来练唱。那欢迎有兴趣的人能够一同来参与。好，那在小组时间之前呢，想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进行完圣餐，那圣餐会有一些垃圾的部分，那这些垃圾，请大家在我们的后面的门旁边都会有一个蓝色的小垃圾桶，那大家要记得将这个圣餐的垃圾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好，最后呢是小组时间，那我们嘉兴的小组人在舞台的左侧，那歪力小组人会在吧台旁的空地。好，那以上报告结束，那大家可以去参加小组了。